服从科目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大家的兴奋度看起来都保持得不错，希望这会是幸运的一天。加油，开去！向前看。我们今天来进行这个服从考核哈。考核之前啊，需要调整一下，不要那么死板，多余的口令不要有。你别压黑的，你喊一次我扣1分，喊一次扣1分。学生们到。好，你先进行考核。是，出来。考官同志，齐仁泰携搜救犬尤里参加考核，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准备操作。是。昨天最后一个离开训练场的尤里，今天第一个参加考试。靠！他显得有点精神不足。好兄弟雷子似乎比他更为着急，随行不是很积极，这项有点小拉垮。做也做得很犹豫。来倒是来了，就是少了一点想和你奔赴山海的激动。开试一下，你这扣分早晚已经给你扣完了，你看考官的表情，分数估计不大理想。学生台，你再上那边调整一下。这就有点尴尬了，但谁能保证下一个就能更好呢？领导，出列，说，嘿嘿，相对尤里的缺睡即视感，这位兄弟倒像是有点激情过剩了。好，开始，好。这个随行就很标准了。好，跑步。但怎么突然抛起球来了？耶！我刚才怎么给讲的？他妈跑步回来再举手还好。你怎么听的你？这个错得更离谱，会是又一个补考的难兄难弟吗？握得不错，但是才1秒钟，多动症就起来了。No！ 看来不够兴奋会导致失败，但过于兴奋也容易拉垮。坐，立，还好，一切终于步上了正轨。尤里暂时只能独自坐冷板凳了。